Hello，各位家長、各位同學，你哋好啊！好歡迎你哋今日嚟到我哋學校，等我帶大家參觀一下我哋嘅校園啦。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家長，你哋好啊！我係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嘅鐘家明校長。今日好高興咧，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我哋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咧，係一所關愛、愉快、成就學生嘅學校。我哋嘅口號咧就係Caring Cheerful School for Student Success。我哋嘅意思就係咩咧？我哋第一樣咧，我哋認為學校咧一定係要對小朋友咧係關愛，因為我哋希望咧小朋友係喺一個溫暖、關愛嘅環境裏邊成長。小朋友咧返學就好似喺屋企咁，能夠咧好開心咁去學習。咁跟住頭先我講到開心咧，當然我哋就係好認同小朋友咧學習係要愉快㗎，因為如果小朋友咧佢學習都唔開心，咁咧如果我哋只係為咗咧要催逼小朋友去學習，到頭來可能係反效果嘅喎。咁所以咧，我哋會喺學習裏邊咧，我哋係令到學生愉快。要點樣先至可以做到咁啊？咁我哋咧就係學校咧係小班教學，同埋咧我哋係採用呢一個嘅活動嘅教學。咁我哋老師經常每一學習嘅時候咧進行唔同嘅遊戲。我哋深信咧就係話小朋友中意學校、中意返學、中意老師，咁佢哋自然咧先至係會學得好嘅喎。所以我哋喺學業上邊咧係好注重小朋友咧有好嘅發展㗎。我哋特別係重視咧兩文三語嘅學習，尤其係英語學習。英語學習嗰方面，我哋會先由 Phonics 開始。我哋係採用呢一個加拿大 Abra 嘅 Phonics 語音學習課程，等小朋友咧由語音開始建立好佢哋嘅英文基礎。另一方面，我哋亦都好重視咧小朋友係有一個好嘅英文學習環境，所以咧係需要大量輸入，包括就係大量嘅聆聽同埋大量嘅閱讀。小朋友吸收得多，佢先至能夠喺說話同埋寫作嘅時候有內涵可以去表達啊嘛。好啦，咁我哋咧亦都明白，香港嘅小朋友好多時咧，佢係第二語言係英文，佢都會比較害怕嘅喎。所以咧，我哋亦都好重視喺我哋嘅英文學習裏邊咧，係運用活動同埋遊戲嘅方式去學習。我哋參考咧外國學習呢一個嘅情況，俾小朋友咧透過好多唔同嘅遊戲活動嚟到去學習英文，增加呢一個學習嘅趣味。等小朋友咧佢開開心心咁去學習咧，佢先至會對呢一個語文咧係有興趣嘅喎。我哋咧學校咧，所以亦都舉辦唔同嘅英文活動。而好似我哋嘅小朋友咧，佢參加賽馬會英語小沙翁劇團，喺呢個表演同埋校際比賽裏邊咧，舊年就攞到一個銀獎啦。而我哋嘅同學參加學校朗誦節 Words and Movement， 亦都係喺三甲之內嘅喎，證明我哋嘅小朋友喺學習英語咧都好有水平。咁當然啦，我哋亦都好重視咧小朋友嗰個閱讀同埋語文嘅喎，所以咧我哋經常咧都會鼓勵小朋友睇唔同嘅圖書，同佢哋咧講唔同嘅故事，令到佢哋咧有輸入先至有輸出，可以咧有好嘅學習成效。咁喺呢度我亦都想俾大家睇下咧，我哋小朋友，我哋就係話要愉快，亦都俾小朋友成就啊嘛。你哋睇下我哋咧同小朋友做一啲嘅閱讀練習，小朋友好開心咁設計佢哋自己嘅樣子，同埋為佢自己咧設計佢哋會閱讀嘅書喎。咁我相信咧，我哋小朋友係會好喜歡學習嘅。我哋重視希望小朋友咧讓佢成功咧，我哋好希望小朋友有多才多藝嘅，所以咧我哋喺音樂嗰方面嘅發展係我哋一個非常之重視嘅環節嚟嘅喎。咁大家咧可以睇下我哋小朋友佢哋有合唱團，又有唔同嘅樂團，我哋一齊去睇下。Hello， 大家好，我哋鄧肇堅小學咧好重視同學嘅音樂發展嘅。
佢哋嚟到我哋嘅音樂堂，會好多機會接觸樂器。除此之外，佢哋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去到參加我哋嘅培訓班。培訓班如果都有好嘅表現，就會獲推薦咧去到我哋學校嘅校隊。校隊咧有佢哋自己嘅團服，仲會參加好多唔同嘅表演同埋比賽。希望咧同學喺呢個音樂發展上面都可以好享受呢個音樂嘅旅程啊！弦樂團成立於2016年，係屬於學校一身一體一藝嘅其中一項活動。多年來，校方一直提倡音樂普及教育，開設小提琴、中提琴同埋大提琴樂器班，再喺裏邊挑選一啲優秀嘅學生組成弦樂團。透過參與表演同埋比賽，讓學生發揮佢哋嘅音樂才華。佢哋曾經參與包括香港聯校音樂大賽、東華三院屯門區中小幼 STEAM 繽紛嘉年華暨綜藝表演2018。喺呢啲嘅演出裏邊，佢哋都大獲好評。本校更加設有初小同埋高小兩隊嘅合唱團，透過恆常嘅練習同埋演出，讓學生喺音樂嘅薰陶之下，能夠快樂健康咁成長。加上唔同聲部嘅練習，我哋可以培養學員之間嘅合作精神。睇完我哋嘅音樂發展，接住落嚟，不如睇下我哋鄧肇堅小學嘅體藝發展啦。洪老師，交個波俾你。東華三院一直都非常致力於推廣足球㗎。每年嘅東華三院足球同樂日，我哋學校都會派出多達120名球員參與。另外，透過參加東華三院有品足球大使計劃，培養學生建立良好品德同埋體育精神。更加特別嘅係，本校設有初、中、高3個級別嘅男子及女子足球校隊，即使只係1、2年級嘅同學，都有機會成為我哋嘅足球校隊隊員㗎。我哋鄧肇堅小學一直都好着重同學仔嘅身心健康㗎，咁所以呢，我哋都提供咗好多唔同類型嘅體育活動俾每一位小朋友。有啊，每個同學都可以喺3年級嘅體育堂學習游泳，表現出色嘅小飛魚更加有機會代表我哋學校參加學界游泳比賽添。我哋嘅學生唔單止入水能游，仲出水能跳㗎。你哋睇呢班東方舞隊員嘅舞姿係幾咁華麗呢？我哋都有唔同嘅境外交流機會，例如到新加坡同當地小學進行交流。你睇兩地學生玩得幾開心。除此之外，我哋都曾經去過韓國啦，同埋廈門等地。未來我哋會帶學生衝出亞洲，去更多歐美國家，見識世界。各位家長同埋各位同學，頭先大家都參觀過咧我哋唔同嘅活動咯。接住落嚟咧，不如我請我哋其他老師團隊咧，係為大家繼續介紹下學校嘅唔同發展同活動啊！鄧肇堅小學致力發展科學科技教育，我哋除咗喺各科加入 STEM 嘅學習元素之外，亦都以綜合課嘅形式推動跨學科嘅 STEM 課程。為提升學生綜合同埋應用跨學科知識同埋技能嘅能力，學校積極喺課堂營造學生參與 STEM 學習嘅機會，讓學生動手，就算日常生活嘅問題，設計同埋擬定具體及有創意嘅解決方案。本校嘅老師們都熱衷於教學，積極喺學校推行 STEM 嘅教學，希望喺現有嘅教學框架上注入新嘅元素，讓學習變得有趣同埋有效，為學生預備未來需要嘅知識、技能同埋態度。本校亦係 CoolThink at JC 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計劃嘅先導小學，積極推動高小年級計算思維同埋編程教學，
為協助學生應對未來嘅創新挑戰做好準備。鄧肇堅小學係東華三院小學嘅 IT Model School， 積極喺校內同埋區內組織科學科技教育推廣嘅交流活動，營造展示學習成果嘅平台，推廣 STEM 教育。本校每年都會舉辦屯門區幼兒紙飛機飛行比賽，以及東華三院中小幼聯校科學科技嘉年華，以推廣 STEM 普及教育。本校亦為家長舉辦親子編程體驗工作坊，讓家長對本校嘅運算思維教育同埋計劃有更加深入嘅了解，讓家長同學生享受編程嘅樂趣。正向教育唔係淨係令學生開心咁簡單，佢有好豐富嘅內涵。我哋好高興得到香港大學同香港城市大學嘅協助，發展一套有系統完善嘅靜觀課程同埋正向教育課程。大學會為我哋嘅教師團隊提供培訓。我哋知道要有正向嘅學生，先要有正向嘅老師。大家知道，如果計學業成績喺一班裏邊，唔會個個學生都名列前茅。但係我哋相信每個學生都有佢嘅長處同強項。我哋會教導佢哋點樣運用強項喺日常生活裏邊解決佢嘅問題。我哋希望讓每個學生都能夠盡展所長，學生能夠全程投入，提升學生嘅成就感。除此之外，我哋好重視學生發展正向人際關係，唔單止係學生同學生之間嘅人際關係，我哋都重視學生同老師同埋學生與家人之間嘅關係，希望學生嘅安全網會更加牢固。我哋會透過 morning meeting 增加師生同學生之間互相溝通、了解嘅機會。此外，喺學生嘅生日呢啲特別嘅日子，我哋會邀請學生穿着便服一齊舉行生日會，亦會教導學生感恩嘅重要，感激家人一直以嚟悉心嘅照顧。此外，小一百日宴都係一個學生好喜歡、好深刻嘅活動。喺小一百日宴裏邊，見到學生收到紅雞蛋小禮物包嘅時候，嗰種興奮，每一次都令我哋好感動。呢啲活動真係為學生嘅校園生活增添好多美好嘅回憶。我哋亦都好重視學生嘅身心健康，我哋會經常檢討學生嘅功課量，希望佢哋有足夠嘅休息。我哋明白要有身心健康，先至會有正向情緒，呢啲都係成功嘅基礎，讓我哋嘅學生可以飛得更高更遠。Hello， 各位家長，睇完我哋鄧肇堅小學本身嘅介紹呢，其實都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鄧肇堅小學仲有咩特色呢？其中一個特色呢，就係升學嘅特色啊！因為我哋喺屯門呢，屯門區嘅東華三院呢，就有我哋一間小學，不過呢，就有3間中學喎。3間中學呢，包括咗有 Band 1，咁亦都呢可以包含晒呢我哋呢一個嘅 Band 1、Band 2至 Band 3嘅同學呢，都可以收到嘅。咁不如呢，就等我帶大家呢去認識下我哋屯門區嘅東華中學添啦。今年啱啱過去呢年個 DSE 成績又點啊？啲小朋友嘅近年嚟咧，我哋嘅 DSE 成績咧，每年都好有進步。啲同學咧係好有心機讀啦，當然老師又好盡心教啦。咁所以一年咧係有進步，同埋咧我哋今年入大學嘅率咧都係不斷提高。好，咁我哋都希望咧未來我哋鄧肇堅嘅同學仔咧，更多可以咧李校長你能夠咧係收取佢哋，等佢哋將來咧都係向住中學努力咁去學習，再繼而考入大學，將來展翅飛翔，
一定鄧肇堅嘅同學仔咧入到嚟都係好乖，同埋好好學嘅，所以你哋小學咧係教得好好啊！多謝晒你嚇。係，鐘校長，你好，上嚟，校長，我哋鄧肇堅一向咧都好多謝你哋學校支持，咁啊都好多學生就一向都派到過嚟，咁佢哋最近啲學習都好啊嘛。多謝你啊，鐘校長嗰個提問。其實咧，我哋兩間學校合作無間，過去咧就好多鄧肇堅嘅同學咧升讀我哋學校嘅喺我哋學校升讀呢個中學課程。過去咁多年裏邊咧，鄧肇堅嘅畢業生咧係我哋優質學生嘅保證，同學仔喺我哋學校嗰度學習裏邊咧係相當愉快，而且都有好多好出色嘅表現啊！呢個鐘校長你絕對放心。我就先多謝阿戴校長你啦，亦都我要多謝咧我哋嘅教師團隊，因為咧我哋鄧肇堅小學嘅團隊咧，即係亦都好有愛心，係去栽培我哋嘅小朋友，等佢哋咧又可以有一個全人嘅發展，各個方面咧都進展才華。咁當然啦，我亦都要多謝咧我哋東華三院董事局喺呢個教育裏邊咧投放好多資源，所以令到我哋無論小學、中學，大家都係有豐富嘅資源咧，可以令小朋友咧可以得到咧好好嘅發展。各位家長、各位同學，歡迎你哋報讀我哋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我哋每一個同學都充滿熱誠，充滿創意，充滿活力，充滿動力，充滿正能量，每日都愉快學習，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我哋歡迎你。為咗表揚成績卓越，喺品行同埋服務方面有優秀表現嘅學生，東華三院自1980年起設立傑出學生獎。鄧肇堅小學梁樂希同學，佢喺東華三院14間小學中脫穎而出，榮獲今年東華傑出學生獎第1名。我哋快啲嚟聽下佢嘅分享啦！大家好，我係鄧肇堅小學嘅梁樂希。經唔過我都就嚟畢業啦，我真係好唔捨得啊！所以我想喺度分享下我呢6年嘅小學生活。我記得每年寫老師卡嘅時候，我都諗唔到寫邊2個老師，因為教課嘅老師全部我都好中意。記得4年班嘅時候，有一次我跑步嘅時候跌親，導致咗右手嘅骨折，需要包石膏3個月。喺呢段康復嘅期間，令到我覺得好難忘。因為我受傷嘅係右手，所以好難去考試、寫字同埋做功課等等嘅活動。但係老師都冇責怪我，反而仲俾咗好多鼓勵同埋體諒我。而同學都俾咗好多幫助我，令到我覺得鄧肇堅係一個好有愛嘅大家庭。喺今年學校仲俾咗個機會我去參加東華三院嘅傑出學生，我好榮幸可以喺呢個獎度得到第1名。但係我覺得呢個獎唔值得屬於我嘅。仲屬於鄧肇堅嘅校長同埋各位老師對我付出嘅時間同埋栽培。學校亦都俾咗好多機會我哋去參加一啲唔同嘅活動，例如境外交流、校外參觀、STEM 嘅比賽同埋其他學術嘅比賽。我亦都係校內嘅童軍同埋風紀隊長，呢2個職責令到我學識點樣關心別人。各位好，我係樂希嘅爸爸。2日之前，樂希啱啱用完 Zoom 上課堂，佢同我講喺課堂期間，老師問佢：你中唔中意用 Zoom 上課堂啊？1分就代表唔中意，非常之唔中意；5分就代表非常中意。結果樂希嘅答案係0分。咁我諗咗諗，亦都好明白佢嘅意思。佢真係好中意返學，佢好希望能夠每一日都懷住愉快嘅心情返到學校同校長見面。老師同埋同學一齊愉快咁樣學習，同好多位家長一樣，我哋都係過來人。喺5年之前，我哋都好擔心樂希可唔可以順利咁樣踏入佢人生一個新階段，就係小一嘅生活。大家可以放心，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同埋各位家長都可以互相合作，再透過校長、
同埋老師嘅悉心栽培，我相信各位小一嘅學生可以好快同埋好愉快咁樣投入佢哋小學嘅生活嘅。記得呢幾年，學校教育咗我哋嘅小朋友樂器正面樂觀積極去面對所有事情，包括學習。我亦都好感激學校教咗樂器如何成為一個有品德嘅學生。喺呢幾年裏面，我亦都好多謝學校俾咗好多校外同埋校內嘅比賽表演嘅機會，我嘅小朋友，令到佢哋嘅自信心同埋個滿足感得到認同。所以我終於明白點解佢哋咁中意返學，咁中意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